邊個都冇諗到，全世界嘅 AI 搏到最後，竟演變成咗一場漢字對英語嘅全面碾壓，一次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嘅降維打擊。喺美國嘅 AI 圈裏邊，高昂嘅訓練成本多年嚟一直係難以攻克嘅難題，原因就在於英語喺底層架構上邊存在住嚴重嘅缺失，而與之相比，中文先至係更先進嘅語言形式。喺同樣嘅環境底下，使用同等規模嘅中文語料訓練嘅大模型，效率竟然比英文模型高出37%。如果只係 AI 訓練嘅優勢，我哋仲唔能夠話漢字比英語強，但係科學家通過解釋英文信息密度得出嘅數據，可以話係將英語打入咗18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喺中英文嘅信息密度對比數據裏邊，單字漢語嘅信息熵高達9.65比特，遠遠咁樣超過英語嘅4.03比特。咁意味住表達相同嘅語義嘅時候，中文所需字符嘅數量僅為英文嘅41.7%。有留意過聯合國文件嘅朋友都會發現，最薄嘅嗰本永遠都係中文版本，因為漢語有其他語言難以企及嘅簡潔明快。比如我哋嘅成語就好似一個中文壓縮包一樣。除此之外，美國斯坦福大學仲通過實驗證明，相比幾個字母組成嘅無數個英文單詞，漢字唔單止信息密度比英文大，如果熟練咁樣使用漢語嘅話，漢字嘅閱讀理解能力遠超英語。斯坦福神經語言學團隊借助磁共振成像技術發現，中文母語者喺處理語言嘅時候，大腦裏邊被激活嘅腦區比英語使用者少15%。呢種神經層面嘅優化，可以喺 AI 訓練過程中大幅降低 AI 嘅訓練成本。呢場由語言引發嘅變革，正喺度悄無聲息卻又深刻咁樣重塑全球 AI 競爭嘅格局。OpenAI 為咗彌補佢英語模型嘅不足，不得不額外設計語義填充層，試圖縮小同中文模型嘅差距。而中國嘅科技公司則憑借住中文嘅獨特優勢，靜雞雞構建起堅固嘅語言護城河，喺 AI 領域穩步前行。華為盤古大模型喺氣象預測任務裏邊使用中文訓練，集取咗98.7%嘅超級準確率，同時比英文模型節省咗40%嘅算力，以更低嘅成本實現咗更高嘅效率。百度嘅文心一言喺處理法律文書嘅時候，中文版本嘅推理速度係英語版本嘅1.8倍。呢啲差距唔單止體現喺技術參數上邊，更預示住世界文明維度嘅一次重大嘅跨越，展現咗中文喺推動 AI 發展方面嘅強大力量。當英語模型仲喺度為複雜嘅時態變形同埋繁瑣嘅冠詞搭配消耗咗大量算力嘅時候，中文大模型已經喺好似太極圖咁樣陰陽平衡、和諧統一嘅語言體系裏邊，揾到咗處理模糊語義嘅優雅方案。或者正好似易經裏邊所寫嘅咁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文嘅留白藝術為人工智能嘅想像力保留咗廣闊嘅生長空間，使佢能夠喺語義嘅海洋裏邊自由探索，不斷創新。